主后2022年12月初2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上帝永远同在。圣经诗篇119篇第1节到56节。行为无通指责，生活遵行上主律法的人，这款人真有福气。听叹上主的教示，专心找求伊的人，这款人真有福气。因无做不义的事，有遵行伊的道路。你将你的律例命令阮，爱阮确实遵守。愿我的所行所做，确实有伫遵守你的命令。我重视你一切的诫命，袂直到失败见效。我学习你公正的判断，我要诚心感谢你。我要遵守你的命令，求你绝对毋通放杀我。少年人着安怎生活纯洁，着遵行你的话。上主啊，我要专心找求你。求你互我无偏离你的诫命，我将你的话藏伫心内，才免犯罪得罪你。上主啊，你应该受称赞，求你教我捌你的命令。你所讲一切的规例，我用喙出声念。我喜爱你的教示，亲像人喜爱大财富。我哪念哪想你的律例，重视你的道路。我喜爱你的命令，袂记得你的话。求你施大恩，互你的奴仆，互我通尊叹你的话。求你开我的目睭，互我看出你律法的奇妙。我伫地上是出外人，求你毋通对我隱捌你的诫命。我不时迫切羡慕你的规例，我的心强要分去。你责备骄傲受咒诅的人，因迷路离开你的诫命。人对我的凌辱甲看轻，求你除去，因为我有遵守你的教示。统治者坐咧参详要害我，毋过你的奴仆在默想你的命令。你的教示是我所喜爱，是我的道师。我受拍倒，拍伫涂骹，求你照你的应允保守我的性命。我对你讲起所做的代志，你有应我。求你教我捌你的教示，求你互我明白你的律例，我通默想你奇妙的作为。我的心悲伤到要喙齿，求你照应允互我恢复元气。求你互我无行虚假的道路，求你施恩教示我你的律法。我有经真实的路，我看重你的规例。我持守你的教示，上主啊，求你毋通互我失败见效。我要热切追求你的诫命，因为你有开我的心窍。上主啊，求你将遵守你的命令的道路指示我，互我知安怎彻底遵守。求你互我有智慧，遵守你的律法，通专心遵守。求你带我行你诫命的路，这个路我真意爱。求你互我的心归向你的教示，无向不义的钱财。求你互我袂意爱虚假，照你的话赐我活命。求你实现对你奴仆的应允，互人通敬畏你。求你互我所惊的凌辱离开我，因为你的规例是好。我羡慕你的律例，求你照你的公义赐我活命。
上主啊，求你显示你的慈爱，照你的应允拯救我。我就通应答凌辱我的人，因为我倚靠你的话。求你毋通将真理的话对我的喙拢抢去，因为我仰望你的判断。我要继续守你的律法，直到永远。我要自由自在生活，因为我有追求你的律例。我伫君王的面前讲论你的教示，嘛袂抵到见笑。你的诫命互我喜乐，因为这个诫命是我所喜爱。我尊重佮喜爱你的诫命，我嘛要哪念哪想你的规例。求你记得对你奴仆的应允，因为你互我有盼望。伫患难中，我得到安慰；对你的应允，我得到活命。骄傲的人一直侮慢踢笑我，要求我毋捌偏离你的律法。上主啊，我会记得你古早以来的规例，对这个得到安慰。我因为遐个去杀你律法的歹人，起大受气，亲像火跌倒。我无论出外伫倒位，拢用你的规例做诗歌。上主啊，我眠时会记得你的同在，遵守你的律法。我得到福分，因为我有顺探你的律例。以上。上帝永远同在，因为反对教廷犯未赎罪降。1517年10月31日，马丁路德将所写的95条论讲搭伫威灵堡教堂大门，对这点倒宗教改革的热火。确立基督信仰是因信称义，唯独信心，也就是一个人得救啊无，甲行为无关系，是出自信息的上帝对人的拯救。安尼的观念却受到一寡挑战，因为当一个人受要求遵行圣经的教示，照着真理去行，就好亲像佫可能落入照着行为得救的义路。毋过，咱当然毋通因为见着就毋敢食，总毋遵守圣经的教导。诗篇119篇一开始，诗人清楚地讲，行为无通指责生活遵行上主律法的人，这款人真福气。伊提醒咱，遵守上帝话语的人是有福气的人。这款的人无做歹事，敢若行伫上帝的道路。诗人指出，律法是上帝所赐，伊盼望人会当忠诚遵守。接续，诗人将焦点转回家己，伊伫基督中向上帝讲，伊会盼望期待家己会当忠诚遵守上帝的律法，重视伊所有的诫命，学习伊的公正法则。对诗人所讲的，互咱清楚知，必须遵守圣经的教导，通互咱无做歹代志，学习上帝的公正法则。不过，诗人还提到一件事，就是我要遵守你的规例，求你绝对毋通放杀我。诗人安尼讲，互人感觉袂理解。一个人既然决定要遵守圣经的教导，为什么还着恳求上帝莫放杀伊呢？其实，诗人所要传达的是人的软弱，虽然知影家己着做什么，却往往做袂到。求你绝对毋通放杀我。这句强烈的话，表达出就算咱
遵守圣经的教示，却毋是出自家己的本能，是上帝无放杀咱，互咱通离弃恶行，阁会当遵行上帝的公正法则。所以，咱必须真小心谨慎看待圣经的教导。有时阵，有人会甲咱讲，只要好好遵守圣经的教示，上帝就会赐福互咱。安尼的讲法，真容易互人陷入掠家己做对，通倚靠行为得救的陷阱。上帝是信实的，伊的恩典早就已经赏赐互咱。咱毋是靠遵守圣经的教导求取恩典，遵行上帝的道，是互家己无做歹事，会通行走伫上帝公正的道路。就算咱实践圣经的教导，也要抱着感恩的心，因为迄是上帝对咱不离不弃，咱才通安稳行伫伊的道路。默想，我愿意遵守圣经的教导无？若愿意，是因为想要得到更较侪来自上帝赐福是无？还是因为知影上帝对咱不离不弃，互我愿意继续行伫真理的道路呢？我愿意遵守圣经的教导无？若愿意，是因为想要得到更较侪来自上帝赐福是无？还是因为知影上帝对咱不离不弃，互我愿意继续行伫真理的道路呢？做伙来祈祷。主上帝，我知影你早就拯救我，是你对我不离不弃，才互我通行伫真理的道路，为你做见证。愿你继续引带我，互我遵守你的话，安稳行伫你的道路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